新竹市的建工区中最近伫咧图书馆特别举办台语册展览活动，内面除了有各种的台语绘本以外，也佫有简语的介绍，学生会当透过用耍的方式学到台语。摕台语册愈看是愈深刻，另外一边佫有各种台语相关的绘本。学生讲透过即摆台语册展览，会当对册内面学到真侪过去较袂晓讲的台湾话。会当互阮伫学校内，学到更多的，一些以前不太会在平常时候讲的东西。真趣味，看了迄个册了，我对台语较有兴趣。所以即马恁来看嘛，对一个言语和伊的种解说会使配合起来。除了有台语册会当看，现场佫有趣味的台语斗看卖游戏，学生透过文字解释来找出相关的言语。新竹市建工高中头一摆在图书馆举办台语册活动，希望让学生体会台语的水意。这款有图的册，其实伊的字较少，嘛较简单，所以囡仔来看的时阵，可能伊较袂晓有感觉，台语做困难的，无好学安尼嘿。另外一种册就是讲吼，伊有甲你讲，台语有啥物文化，有啥物故事。因为这个本土语言法实行了后，希望咱的学生会当有更较侪读台语册的机会，特别办一个活动，希望学生会当透过这个阅读但阅读的这个部分会当更较进一步了解这个台语的水的所在。校长指出，国家语言发展法通过了后，学校对本土语言的推广是愈来愈重视。除了台语册展览以外，未来会针对客语、原住民语举办活动，让囡仔会当更较明白属于咱台湾的语言。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